Compare 頭前嘅樣片，你下按我來練習常用嘅對話。你這期的水費95元，我這期嘅水費95元，我這期嘅水費95元，你這期的兩期嘅水費95元，95元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。你這期的水費95元，我這期嘅水費95元，我這期嘅水費95元。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，你想用現金還是信用卡呢？我用現金，也係信用卡呢？我用現金，也係信用卡呢？你想用？我用現金，還是也係信用卡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。你想要用現金還是信用卡呢？我用現金，也係信用卡呢？我用現金，也係信用卡呢？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，下一次要記得要在時間內繳錢哦。下次拜我記得要到時間內納啵。下次拜我記得要到時間內納啵。好，下一次下次拜要記得我記得要在時間內要到時間內繳錢納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。下次拜我記得要到時間內納啵。下次拜我記得要到時間內納啵。接下來我們要學的是，你可以辦理自動扣錢。是的，辦理自動扣錢。是的，辦理自動扣錢。可以，是的，辦理自動扣錢，自動扣錢。好，我們來練習2次。是的，辦理自動扣錢。是的，辦理自動扣錢。好，這樣個單元是到這裡結束了哦。